大家平安。今天9月2日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读经的进度当中，从9月一个新的开始，从很多家庭来看，很多孩子进到了新的年级、新的学校，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在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建造，在教会，在信仰，也让我们来重思怎么样来建造。在今天当中，我们要这个月开始，我们要进到了尼希米记，而在当中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透过敬拜，透过灵修，透过祷告，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将自己献上为祭。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献上自己为祭。
拜你，让我们生命里面满有你的恩典，充满你的能力，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主，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你的恩膏要降临在我们当中。现在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让我们来堵住其中的破口，让我们堵住我们教会的破口，让我们重建这样的帐幕，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让我们献上自己为祭。主啊，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的面前，献上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9月2日，我们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2章1节到第10节。尼希米记第2章1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4个月后，有一天，亚达薛西皇帝正在进晚餐，我倒酒给他，他从来没见过我，愁眉苦脸，所以问我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难过？你又没有生病，一定有什么事使你不开心。我吃了一惊，回答：愿陛下万岁！我祖先埋葬的城遭破坏，城门被烧毁，我怎么能不难受呢？皇帝问我：你有什么请求？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然后告诉皇上：如果陛下开恩，愿意答应我的请求，请让我回犹大地，到我祖先埋葬的那城去，让我可以重建那城。皇上答应了我的请求。那时，皇后正坐在他旁边。皇上问我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他，他就准我走。我又求皇上开恩赐给我诏书，通知河西省的省长们准许我经过到犹大去。我也要求一份诏书给管理皇家森林的亚萨，要他供应我木材，为修造圣殿堡垒的营门、城墙和我的住宅之用。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我所要求的皇上都赐给了我。皇上派了一些军官和一队骑兵护送我，我就启程到河西省。在那里，我把皇上的诏书交给省长。何伦城的森巴拉和亚门省的官长多比亚听到有人为争取以色列人的利益而来，就很恼怒。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让我们将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平安。当我们现在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接着前面的列王记，接下来要继续往下走。在列王记在历代志之后，最后面讲到说圣殿被毁，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前面讲到说列王记里面，从一开始所罗门建殿，一直到他的后代走到最后，竟然圣殿被毁。其实也是看到说，人跟上帝最好的时刻是可以建圣殿，但是当人们离开上帝的时候，这圣殿被毁。其实这也是在表明人跟上帝的关系之间被拆毁。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不断的要把人换回，把人叫回来，把人找回来。其实他也不是赐下许多的苦难，而是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也是用很多方式把人叫回来。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是这样，甚至你的生命也是这样来走过来。在面对这许多情况的时候，是不是上帝用许多的方式要把你叫回来？用很多的恩典，或许也有很多的惩罚。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以前我们都很喜欢说因材施教。而我们一看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需要去面对的事情不一样，所以这当中我们成长的状况也不同。因此在这当中，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也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来走。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在这许多事情里面，不可逃避的是我们人的责任，而也可以看到是许多上帝的恩典在这里面。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当要继续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继续的与以色列同在，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只是在当中，当我们在看修建圣殿的时候，其实也某个程度是在修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从祭坛到会幕到圣殿，其实都让我们看到的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来连接，怎么样来修补，怎么样来修建。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列王记一直到以斯拉到尼希米记，其实都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家族跟上帝的关系的修复。在昨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尼希米他听到了一些事情，他听到之后呢，他去做很多事情嘛。昨天很重要的是，他回来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祷告。他为了他自己的人，所谓自己的人，是提到的是以色列人，这12支派、12支族的这些以色列人，他看到他们受苦，他们被掳，其实他的家族也是被掳的，所以他才会在不管是在巴比伦或苏珊，在当中他是一个被掳的家族，才会去到那边去服侍那亚述或巴比伦这边的王。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做的，然而在这一些年日当中，他也能够进到这个九正的位置。在前面提到那九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看到宫廷剧，这九正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皇帝身边那些太监，有一些人是要去先尝皇帝要吃的东西有没有毒，这酒有没有毒，而这九正他是能够来到这个皇帝的旁边的人，所以是跟皇帝是很亲近的。他要帮他斟酒，当然他也要知道这酒有没有问题。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前面讲到说，他为着以色列人祷告之后，过了4个月，在4个月之后，过了4个月，所以4个月之后继续发生接下来的事情。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就觉得，我祷告，上帝马上要应允我；我祷告完，上帝马上要出手。
甚至是我下一刻要做的事情，上帝你还怎么样？其实我们一直觉得上帝是阿拉神的，我指派你，你就要去做。但是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祷告完之后4个月之后，所以他也等待时机。这4个月，我相信他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他把这些事情交在上帝面前，也跟上帝说：“你曾经跟大卫、跟所罗门、跟过去的人这样讲，不要离开你，你就恩典临到这当中。”所以这当中他的祷告，其实他们也很清楚知道。所以这一代一代这样口耳相传，这样的信仰的教导、家族的教导，其实一直在他们当中。或许他们离开上帝了，但是有些家族还是会继续这样教导下来。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而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都是那种素食主义？我现在点了，我就要把它吃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网络一直在出现的，就有很多，不管是去到门市店面去吃东西的人，或者透过 Uber Eats 等等的在点的，甚至是那一些送餐的人，都会觉得我去我就是要拿到东西。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后续开始有行动电话开始，然后到了网络、LINE 等等的，就觉得我打电话你就要接啊，你没有接那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没有接我电话？其实对我来讲，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就觉得他打电话我就一定要接，他打了我就马上要回复。但是我会觉得，我不一定都在电话声旁边啊，我不一定是被电话绑住的人啊，我可能这时候在忙什么事情，或者是电话没有在我身边，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很习惯了。我打电话，你就是要接，但是我们回想过去是那一种写信，来回可能1个礼拜，可能更久，到后来慢慢缩短，慢慢缩短。到后来寄信过去1天2天就可以送到了，来回也2天3天，到现在打电话等了5分钟就等不及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过了几分钟就好像过了几年一样，但是我们慢慢去看，我们有没有先降服在上帝面前，还是我们在要求的是上帝你要听我的？在信仰里面也呈现这样的状况。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我来教会我就是要怎么样，但是我们也忘记了，你是不是有些付出？我所谓的付出，很多时候很多人想到的是钱，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你的人，你愿不愿意好好的读经祷告，在敬拜、在小组、在训练课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祷告我求就要得到，然而我们也一直在批判的成功神学。但成功神学的成功策略，不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素食文化吗？我们都想要得到成功，我们都想要我要你就给我，这不就是也很像婴孩一样，我要你就要给我。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4个月，也代表尼希米其实他很注重这件事情，他也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他可能持续祷告，也可能祷告了几次，当然也有可能就那一次祷告，但是我相信他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所以4个月之后，上帝让他能够去处理这件事情。这边讲到说4个月后有一天，他没有说哪一天，而那一天是亚达薛西皇帝在用餐的时候，如果没有意外，皇帝要用餐，那个时候尼希米就会在旁边。有酒政，其实某程度也在代表这个皇帝他是喝酒的，
有这个人在帮他管理酒，有这个人要帮他斟酒，有这个人要来服侍他。所以你们讲到说，亚达薛西皇帝正在进晚餐，我倒酒给他，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愁眉苦脸。其实我也可以看到，如果皇帝用一个一直愁眉苦脸的人，其实对他来讲也很难过。有没有感觉你身边人如果一直都是愁眉苦脸，你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其实很多孩子看到父母愁眉苦脸，他可能也开心不起来。我们看到很多孩子都很开心，可以跟大家玩得很开心。但如果他的父母都是愁眉苦脸的，他应该也觉得愁眉苦脸才是正常的。而这当中我们看到，如果某程度来讲，愁眉苦脸是不是也代表这个皇帝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让他的国家是和乐的，他没有让他的国家能够有一个兴盛，大家都是这样愁眉苦脸。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希望每个人来到教会都是开心的。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在一些书本里面在写到说，其实那时候在服侍皇帝的人都要是开心快乐的，都不是愁眉苦脸。然而当他这样愁眉苦脸的时候，而且又在皇帝面前，这样的人或许会被扫出去，被赶出去。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说，当他这样子，他也提到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如果你是一个愁眉苦脸的人，一直如此，其实皇帝也不会，一个是不会再问他你有什么事，一个是可能也不会再用他。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常看到一些人有不一样的表情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你怎么了？一个愁眉苦脸的人突然间很开心，大家会觉得他怎么了？改变了。一个开心的人突然愁眉苦脸，大家会觉得你怎么了？所以当中我们看到皇帝也察觉了，所以就问他：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难过？你有生病吗？没有啊。那没有生病，那就是有事哦。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一些人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应该能够这样子？看到一些人的一个改变的时候，也可以问一下：你怎么了？最近有好消息吗？还是有坏事情？这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关系。所以有很多人也是这样，会惊了一下，会吃惊一下。你怎么会问我这个？你是不是察觉了什么事情？我是不是有怎么样？其实这也是当牧师有时候在问一些人的时候，看到一些人不一定他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状况，当然也有可能他有一些状况。而在当中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就问他：你还好吗？你最近过得如何？有些人就说：就这样没事啊，很好啊，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而已，还好啦。但是我也遇到一些人，当我问他你还好吗？有些人他就会直接说不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听他去谈。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是看到有些人的生命有一些状况，在他的外表当中可能展现出一些事情，所以当我们问他你好吗，而这个人也愿意打开心门的时候，就会跟你说不好。我们也可以跟他聊一聊，听他说。或许某些东西我们可以帮助他，或许当他聊完之后，他也知道可以怎么做。所以这当中也看到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去互相关心，从一些察觉，从察觉别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我们当中也就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有去察觉一些人的生命的情况？或许从他的外在，从他的表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边又补了一句：我吃了一惊。这种吃了一惊，或许他也会惊讶：王怎么会问我？皇帝怎么会问我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吃了一惊，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有些人也说，他这样愁眉苦脸，有可能是故意要做给皇帝看。但是当中我们可以有两种诠释，一种是他故意做给
帝看，因为他平常不会这样做，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惊讶，皇帝发现了，有可能他不经意的，他在想这件事情该怎么跟皇帝讲，他也很担忧，所以他不经意的就露出了那个丑陋，所以皇帝问他，他也很惊讶，其实有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来开口，我们也思考，怎么样跟对方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在思考怎么谈的时候，对方先开口了。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有可能这样，他在思考要怎么讲的时候，对方先开口了。这边讲到说我吃了一惊，然后他就回答：愿陛下万岁！我祖先埋葬的城遭破坏，城门被烧毁，我怎么能不难受呢？这当中或许他是用他的家族来看，或许他在讲的是整个以色列，然而他也在表达他的心情。当城门被烧毁，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怎么能不难受呢？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当我的民族，当我的家庭，当我们的城被毁了，我怎么能不难受呢？所以当担忧的事情，他这样把它讲出来。所以皇帝问他说：“你有什么请求？”所以当他讲出来的时候，皇帝也知道他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过每一天，所以也是想说我可以帮你什么。所以他问他的时候说：“你有什么请求？你要请求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表达出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可以。其实这也是一种咨商的过程，或者是一些处理事情的方式。所以他问他说：“你有什么请求？”其实这也在表达说我可以帮你什么，我可以在当中做什么来帮助你。所以这边在讲的是你有什么请求，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帮助他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王讲。能够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所做的下一步是心里暗暗的祷告。他说：“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他回到上帝面前来，他先祷告。所以在这当中，或许他会很担忧，有可能他也在想，我要怎么样来谈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讲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有好几个剧本，但是我们一直在谈的，从之前的读经一直到列王记，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在讲的是我们有没有先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在列王记里面讲到说，大卫王的那条线是什么？他凡事先求问上帝。所以尼希米也是如此。他听到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先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这时候王在问他有什么请求的时候，这边讲到说：“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然后告诉王上，如果陛下开恩，愿意答应我的请求，请让我回犹大地。”所以当中，他先将这些事情交给上帝。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掌权，不是我用什么样的技巧。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一直在思考的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技巧，不管是在处理事情的技巧，或者是骗人技巧，或者助人技巧，很多我们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技巧。但是我们有没有先回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来帮助，让上帝来带领？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应该会发现，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当上帝要让以斯拉、要让尼希米来修建圣殿的时候，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看到这个人的生命。所以，当上帝要拣选大卫的时候，透过撒母耳说的是：“我不是看人的心，我不是看人的外表，我是看人的心。人是看外表，我是看内心。”当上帝拣选以斯拉、尼希米的时候，也是一样。
其实也是看到这个人生命来拣选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让我们回来再看，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使用了什么人？上帝是怎样使用的人？是在拱一个，好像人际关系很好，好像很会说大话，很像有怎么样的，还是回到本质来看，这个人有没有顺服上帝，愿不愿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愿不愿凡事来求告上帝。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讲的是这个是最重要的，愿不愿降服在上帝面前，求告上帝的名。所以他先祷告完之后，跟皇上说，然后说让我回到犹大地，到我祖先埋葬的那城去，让我可以重建那城。所以让我可以去做重建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他担忧的，他在思索的事情。这也是他为什么愁眉苦脸的事情，他就这样跟皇上讲，皇上答应了。那时候皇后也坐在他身旁，这也是上帝所创造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当他在思考什么样的时候，或许王不一定会常常有那家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皇上吃饭，如果跟大臣吃饭之类的，皇后通常不会在身边。所以这时候也就是只有皇上跟皇后在那边吃饭，然后我们看到皇后也没说什么话，单纯可能就是他们三个，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的人员，但最主要的是他跟皇上的对话，没有其他的官员在当中。其实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或许如果有其他官员在，会有人从中作梗，开始会有很献策啊，讲了很多东西，开始有很多的实习在当中，但是上帝制造了这样一个机会，也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们也在思考，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思考什么样时间点最好。但当我们能够将这些事情交在上帝手中，摆在上帝面前，让上帝亲自动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事情，上帝会亲自出手，上帝会帮助我们在最适合的时间点来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在那时候，皇上在那边，皇后也坐在他身边。有可能这时候皇后在身边是一个加分。所以那时候皇上答应了，然后问他你什么时候，你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这当中这4个月，或许尼希米已经有一些盘算，已经有一些规划计划。所以他这边讲说，我告诉他，他就准我走。可能这当中跟他请了1年、2年的假。当然那时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去的地方可能坐个飞机来回很快看一看，然后盖个房子，好像我们盖一个几层楼的，可能几个月就盖好了。那时候不一样，从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回到犹大那地方，走路、坐骆驼等等的，可能4个月，来回可能要1年。可能在当中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一个他们明白的地方。所以这当中他可能跟他请了几年的假，但后续也延长了蛮多年。所以当中当他讲完之后，皇上可以理解，也就准他去了。皇上准了，也放下一颗大石头了。他也后续的跟皇上说，求皇上开恩，赐给我诏书，通知河西省的省长们，准许我经过到犹大去。所以当他要回到犹大地的时候，在这过程当中，势必有很多的拦阻，我们看到很多，当我们在看中国的一些资料的时候，也会看到说，其实皇帝归皇帝，各地区的官长其实也是在地的皇帝，他们说了算。而各地的县府的那些官长也是一样。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小地方，其各自都可能成为那地方的皇帝，只是更大的来我要做给他看。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大的国家，其实那状况就像是美国这样的状况，好像美国这一周成立了一个国，好像总统很了不起，但是我们拆开来看，各州的各州长也很有权。你联邦的事情，我也不一定照单全收。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也就是如此。所以他要一个诏书去跟他们讲，已经统领这样子，所以让他们知道皇上有这样的决策。所以允许他经过这许多地方，经过那河西省，要到犹大去。然后另外一份诏书需要给那亚萨，让他供应木材，让他能够去修建圣殿，能够去修建他的家。而这当中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当他这样要求的时候，就会讲到另外一句话：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所以我所要求的皇上都赐给我。所以这就是上帝拣选他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因为他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他愿意学习像他的先祖大卫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他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先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他先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接着上帝开个机会让他能够跟皇上讲。当皇上给他机会的时候，他也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让上帝来带领。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在教会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照着这样来处理？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想破了头，我们用了各种自己的想法、手段、技巧在处理事情。但是在这么长久的读经下来，有没有听到一些？其实我们其实需要先来到面前，来降服在上帝面前，不是一直在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先来到上帝面前，来降服在上帝面前。所以前面讲到说，当皇帝问他你有什么请求的时候，那边讲了一句，他先向上帝祷告。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讲这么多话之后，这边提到说，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所以他把这些事情都摆在上帝面前，也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所以接下来其实皇帝答应他，也愿意给他这些诏书，后续所有的事情，上帝都帮他摆平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就真的放在心里面，一直想，想破了头，甚至失眠了。我们用了很多的方式在处理当中，想了好几套剧本，但到后来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其实也不用想那么多，上帝让我们另外一套剧本，很简单的就处理了。有可能这某一套上帝用的只是我们某一套剧本，但是在这当中，不管是上帝给的剧本或我们自己想的剧本，最重要的是这边提到的，上帝与我同在，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所罗门、在大卫、在这许多人身上，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所以让他事事亨通，让他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很顺利。在许多东西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就处理完了，怎么可能这么简单？但是来到上帝面前，当上帝开路，当上帝出手的时候，事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来处理。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很多人都觉得我不相信，怎么可能？事情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其实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在讲的，很多时候都很简单，就是那句话：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在尼希米身上，他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他就这样答应了？而且他还愿意给我诏书。
而且还派了一些军官和骑兵护送我。所以在这所有事情当中，有可能觉得，很难的，这些事情很难的，怎么可能这样子？我一个九正而已，虽然可能是高官，但是皇帝愿意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这时代有很多人在拍胸脯说：“我多有能力，多有能力。”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只是你自己在吹嘘而已，在吹捧自己而已？我听到有一些人在讲话说：“因为你的位置，所以我怎么样？因为你的位置，我尊敬你。”其实我会觉得很好玩。那所以我没有这个位置，你就不尊敬我了。而在当中，很多人也一直在争抢那个位置，抢得换位置，然后但是当他时间一到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人去茶凉。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那真实的关系，许多时候不进来是因为你需要那些位置，而在当中，皇上愿意相信他，上帝在当中出手。所以当中讲到说，皇上派了一些军官和一队骑兵护送他，然后他就出发了。他也把皇上的诏书交给省长。而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他也很清楚知道这样的状况。所以这边讲到说，何伦城的神巴拉和亚门省的官长多比亚听到有人会争取以色列的利益而来，就很恼怒。所以这当中，这才是更刺激的地方。他们只能按国招。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清楚这样的事情，所以让皇上派了一些军官和骑兵来护送他。后续还会发生许多的事，而在当中，也上帝为他做好了许多的预备。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上帝使用他，帮他出手，也给他许多的资源。这个事情不容易，不容易处理。当我们自己去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退缩了。以前有一句话说时势造英雄，但是也有些人说英雄造时势。以前也会说天时地利人和，确实照着上帝的时间，上帝就会帮我们制造了地利跟人和。但是我们常常反过来，再用各种自己的方式，却是造成了人不和、地不利，也不在上帝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所做的，他等候上帝，让上帝来带领。他过了4个月的时候，上帝创造了这美好的时机。在皇上的过程当中，他经历过了。其实在他这么久在做所剩的时刻，相信也是上帝在当中在掌权，也在当中他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美好的生命。所以当他说话的时候，这皇上也愿意听。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也让我们去思想，在这许多事情里面，是不是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处理好我们生命的每一刻？许多时候我们碰钉子的时候，都开始抱怨别人啊，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但是有没有回来看你的生命？你有没有先让自己的生命活出那美好的样子？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抱怨啊，都是牧师，都是牧师？但是我们有没有回来看？当你碰钉子的时候，也不尽然是牧师要去打你，而是你的生命里面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问题，而在当中他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他的问题，上帝帮他处理，他活出的生命是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皇上就愿意帮他排除
也给他许多的资源，他要求的也都给他。后续我们去看的时候，也会看到，当尼希米去到那当地的时候，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在这些困难当中，上帝让他有智慧去处理这一些。所以我们怎么说上帝给他有智慧？因为他愿意依靠上帝，降服在上帝面前，让上帝来使用他。接下来我们有一点时间，让我们回来思想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里面，上帝对你说了什么？上帝所说的，你有没有愿意听进去？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来默想上帝的话语。现在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祝福。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你，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主你的同在。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苦难，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不知所措。然而，当我们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恳求你带领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步路。或许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剧本，但是让我们先降服在主你面前，让你来带领我们，让你的剧本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主啊，让我们看到尼希米所经历的这一些，主，我们知道他愿意放下自己，让你来使用，如同以斯帖一样，当上帝你要用他的时候，他要站出来，不然这样恩典会从其他地方来彰显。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有将领受的时候，他先来到你面前来祷告，而在当中他也去经历上帝你的同在，恳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主你面前。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先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当我们
们在面对许多的事情的时候，先回在你面前。主啊，愿主你的灵时时提醒我们回到主你面前，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上帝的同在。主要将这许多的事情仰望在主你手中，也要将我们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面前，让我们愿意降服，愿我们愿意让主你来带领。感谢主，我们将今天的聚会，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生命的难处你知道，让我们生命的品质由主你带领。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也能够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愿上帝赐福于你。